我嚟介紹學習平台嘅單詞表嘅功能。我哋首先要登錄，咁我哋登錄入嚟之後呢，我哋撳呢一個 menu 嘅 word list，然之後我哋就會見到有5個詞要繼續提高嘅。呢一個係呢一個詞收集嘅時間，呢一個係呢個詞練習過嘅最高嘅分數，同埋呢個詞做過幾多次練習。呢度有啲篩選條件，同埋我哋嘅單詞係有4種 part of speech，詞性有名詞啦、動詞啦、形容詞啦，仲有一種冇收集到係副詞。然之後我去練習呢個 serene 呢個單詞啊，撳呢個掣，我就可以入去睇到 serene 係形容詞。然之後保存嘅時間啦、最高嘅分數啦、讀過嘅同埋練習嘅次數啦。我哋仲有一個詞典嘅功能，可以睇到serene 呢個單詞嘅解釋，有中英嘅對呢個詞嘅解釋啦，同埋呢個詞嘅例句。我哋仲可以聽呢個詞嘅示範讀音， serene, 仲可以聽我練習過嘅音頻。 serene, 然之後我而家做一次練習 serene，讀完之後呢，就會開始評估呢個分數啦。我呢一次因為聽咗呢個示範嘅讀音啊，所以我呢個分數比較高啊，得咗92分。然之後就可以，我呢一次嘅分數就可以同上一次嘅分數嚟比較。我上一次得到41分，呢一次得到92分，有進步。同埋可以聽一下我呢一次讀成點。serene，我哋讀完之後呢，呢個練習嘅記錄就會多咗頭先讀嘅呢一條。